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立新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。东方姨大家今日老安尼同下来做运动，今日同下做运动，也位是我们运动医学中心的物理治疗师林正刚，也位是我们运动医学中心健康管理师高景荣。大家准备好吗？安尼开始我来做暖身运动。暖身运动呢，走天我们的身体贵肾我血液循环会比较好，用身体是会好暖，做运动就比较不会受伤。准备好吗？你开始来做运动咯。好，一开始呢，我们可以两只脚让你的肩头去平一样宽哈，然后这时候呢，两只手并按你的肚脐顺头。我们要先做一个运动是腹式呼吸，因为腹式呼吸来讲哈，做运动配合我们的腹式呼吸，这样好容易出力，而且比较不会输送哈。开始呢，来吸气，从鼻孔把气吸进去，吐气的时候肚实出力，顶我们的手，用嘴巴吐出来。搞了一遍哦，吸。吐气，肚实会出力，把我们两只手顶出来哈。好，来吸气，鼻孔吸。好，吐气，肚实出力。你过来做500哦哈，来吸。好，吐气。好，够吸。好，吐气。够吸气，好吐气。记得吸气的时候，肩头不要耸肩哈。来吸，吐气，最后一次哦，吸，吐气。好，腹式呼吸走台。第二个动作，来两只手，用安尼绕啊。好，一样，两只脚与肩同宽。好，我们要做右脚往后勾的动作。好，再来左脚往后勾。好，在做勾脚的动作，身体有气气哦，不可以弯腰驼背。好，来，我们预备连续做哦，开始。对，很好，左脚。好，右脚往后踢。嘿，你走在轻量哈，如果你的脚胀啊，走在踢到你的食物时动吼。如果你要踢到食物的时候，我记得身体不可以晃动哈。如果好气不稳的来讲哈，你是没踢按过，嘿，很好哦。好，再来，啊，动作可以慢慢的，可以加快哈。嘿，前脚、左脚、前脚、左脚、前脚，嘿，很好。来停，然后动作来讲哈，我们做完之后，你的身体有没有感到有点热热的感觉？还有是动后哈，因为我们身体要开始做运动了哈。那接下来呢，骨盘没有做运动，好，所以我们把两只手用按你骨盘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嘿，往右，再来画一圈，按你食物画一圈到左边，再回到正中央。好，过来走一遍了。好，来吸气。吐气往右边，好，转一圈，嘿，再回到正中央，很好，勾了一遍了，来吸，吐气，整片画一圈，好，再回到正中央，勾了一遍了，来吸，吐气画一圈，嘿，到左边，再回来，好，我们勾来走300哦，来吸，吐气画一圈，转来，好，再来吸。画一圈回来，很好，勾100哦。再画一圈回来 ，OK， 好，勾了安尼润同我们的膝盖，好，手用啊背拿起头，然后呢，起头走顺时钟，发 can 哈。好，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也是一样哈，起头是不会痛的。好，假使你走会痛呢，是莫哭暗带，你走得气好起头哈。好，来画圈圈。很好，好，这个做完之后，最后我们配合呼吸，
来做一个画大圈的动作哈。来，两只手卡起来。好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画一大圈。嘿，给我变下来，过来一遍吸。吐气，手变下来。好，过来一次哦，吸。吐气，画一圈下来，很好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再放下来。好，刚刚这些5个动作做完，你身体有没有动念？这就是我们的暖身运动。准备好吗？你准备来做运动咯。各位乡亲朋友。刚刚我们暖身运动走太累，接下来是会介绍紧密的运动哦。平常你会不会滑手机呢？好，动动你啦，哈，不止滑手机，看电视来讲，骨头会硬搞。好，紧密的运动所以来让大家介绍怎么样的运动呢？可以让你的肩颈放松。好，走运动1000呢，先在家里准备一种凳呢。好，也系凳呢来讲哈，要有靠背，而且要稳哦，凑起来不会晃动，还有不可以有轮子。所以呢，今天的运动在凳呢上面做哦。好，准备好吗？我们开始紧密的运动哦。首先呢，你坐下凳呢，哈，记得咯，坐椅子哈，坐一半就好，莫凑到慢哈。所以你的背呢，莫变到你的凳的椅背。好，这时候做一半就好，然后两只脚，让你的肩头平宽。好，这时候呢，平宽之后，手放在你的大腿上面，哈，让我们的枕熟半等我们的椅子等呢，好，走熟，轻轻的面按你的头呢，好，然后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都是脚力。手会拉牵，枕手会拉牵，慢慢的往侧边，好拉你赶紧。一般来说，哈，你滑手机呀、看电视来讲，动音都会有酸痛的问题。那这边侧边的肌肉，好，通常会好牵，所以呢，枕手是拉牵，哈，然后走手慢慢呢往侧边拉。好，吸气，吐气再回来，手变下来。你搞了一遍哦，好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枕熟拉牵，慢慢的往左边拉，好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我们吸一口气，吐气，狗往下拉，哈，因为这时候我们的肌肉已经被拉得好放松了，那我们再往上拉呢，会拉得很哈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再慢慢回来。好，你要稳走偏了哈。好，一样走熟，半的那点呢，整熟，轻轻的靠着你的头拿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整边拉，很好，吸气，吐气，给我转来。好，手给变下来。好，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记得咯，你的肩头其实任何的肌肉都不会酸痛。假使讲你赖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肩头会酸痛来讲，哦，那就先不要做运动，你走得去医院哈，请线上让检查看看。所以我们再做一次走偏哦哈，来走熟半点点呢。好，整熟靠着头，吸气。吐气往我们的枕边慢慢的拉紧，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再用力的往右边，给我拉好 handle 啊。好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呢，给我慢慢的回正，好，手给我变下来。你给我走一排哦，哈，来整熟半点点呢，走熟，变得天拿档，好，吸气，吐气往左边来，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给我来好下掉啊，好，记得读书的脚力哦，身体不要动哈，来吸气，吐气给我慢慢的回来，
手给变下来。好，走熟半点点呢，右手吸气，吐气往整片半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勾出力一滴滴来，很好。来，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吸气，吐气回来。好，刚刚我们走的动作是讲紧侧边的肌肉。那有的观众朋友来讲哈，手讲把后背哦，你会觉得脊椎骨、顺条的肌肉也很紧。用半赖嘞，好，天点爱向下走，一样整熟半点点呢，然后走熟呢往后一点，好，这跳那个右边在后面一点点，然后方向是往你起跳这个方向，起跳的方向拉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母住款叶起跳，慢慢的往下拉，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够转来。好，勾了100哦，哈，来吸，吐气，母住款内起跳，对，往下拉。我们现在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够慢慢呢回来，好，手表下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往左偏，哈，把走熟半点点呢，整熟，表来你跳那后背。好，吸一口气。吐气的时候，母猪可以整片的起跳，然后往下拉。记得咯，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身体有抽掌，都是要用力的哦，都是要用力，莫弯腰驼背哈，都是用力把身体挺起来。好，往起跳的方向拉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够出力，再拉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够回来。好，整熟慢慢呢。用下来，好，接下来的动作呢，肩跳会算认同嘛，吼，硬搞。我们这副卡就在准备哑铃，好，滴滴的重量。假使讲这副卡，如果我帮你摸哑铃的话，你走灯用半准备嘞，哈，你可以像我们的锦荣老师，好，你走灯准备一个保特瓶，哈，地板呢装滴滴的水，那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人头，哈，然后哑铃呢。先把哑铃2只手握定，然后轻轻的先放在你身体的2边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稍微一点点打开，然后你要让肩头拱起来，哈，来吸气，吐气，肩头拱起来，很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给拱下来。好，搞了一遍哦，吸，吐气，你肩头拱起来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给变下来，很好，再来一次哦，吸，吐气，降起来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给慢慢的变下来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的动作呢？我们先把哑铃放好哈。接下来的动作，我们就要做的是拉弓箭的动作。用半走嘞哈，一样凑啊点呢哈，把右脚跨出去，好像凑点的弓箭步，然后可是整脚向头前哈，左脚呢要打直，2只手打开来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嘿，跟右手一样平，然后吸气，吐气。好像拉弓一样，飘飘，用我们肩胛骨的力量，手往后拉，好，再伸直，勾了一遍哦，哈，来吸，吐气出力，好，收弓，好，数寸尺，我们再来做5次哦，哈，来吸气，吐气拉弓，好，数寸尺，停100哦，好，拉弓。好，数寸尺，来提300，好，拉弓，数寸尺，好，提400哦，好，拉，嘿，5寸尺，加油哈，勾了一遍，拉，寸尺，好，我们回到正中央，
我们接下来往左偏哦，哈，一样哈，来，左脚前脚，手打开来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拉，好，顺气，好，再来一次，拉，顺气，记得咯，身体一挺哦，要伸直哈，莫弯腰驼背，好，够顺气，最后一次哦。好，拉，够顺气，好，再回到正中央，好，肩头可以放轻松一点哈。刚刚拉弓的动作呢，就是用到我们肩头、肩胛骨后部的肌肉哈。做这些运动呢，可以让你的肩膀的肌肉和眼睾都会能够放松哈。你有好玩吗？好，今日希望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来聊哦。